好，来继续来看第一批为中国武汉包机再返来台湾的台商，昨来解除隔离。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公布着影片，其中有囡仔大声来喊讲感谢阿中部长，是和最近心经拢病真严的部长陈时中真难得有笑容咯。当然，台商嘛真感谢防疫人员的辛苦。都是因为大家谨慎来规划，这个检疫所出入的路线拢无重复，而且出入嘛拢穿防护衣，才会当达到零感染。谢谢阿周部长，让我们的家人可以顺利返台回家。妈妈带小朋友表达感恩的心，今仔天子不下予阿中部长陈时中足甘心。第一批武汉包机回台台商18总算解除隔离，亲笔写感谢的话，囡仔嘛有做卡片送防疫人员，检疫所的医护警察嘛真英雄，会当做到零感染。部长嘛伫记者会结束前亲自多谢翠暗是命坐上路，因为健保药局若是爱分钟翠暗提早开门，搁被指责。有要特别的对于我们的药师、药剂生们，表达我最深切的一个谢意。事实上大家都知道，在前一段时间，这量稍微比较少，所以为了排队啦，为了要整理啦，其实他们受尽了委屈。检疫所要搁再新增加病例关界嘛，真好奇安怎防疫的。其实卫福部伫事前规划，包括征用场所、动线设计、隔离措施，拢找真侪资料。当时嘛有参考他国的做法，其中佫以动线上关键。除了出入的路线袂重复以外，进入嘛都爱穿防疫服装，加上隔离者拢是一个人一间，检测人员接触机会，都会当减少病毒传播可能性。